花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来看这个消息，互人感觉真骄傲。咱台湾为民国95年开始强制做粪扫分类，做10多年了，民众拢做甲真惯势了。台湾的粪扫有53%的回收率，伫全世界的排名排进头前。结果欧洲的国家芬兰，因的第一大报以2大页大篇来报道台湾资源回收的成果。芬兰学到着台湾是回收领域的世界领导者，佫建议欧盟甲芬兰会当借重台湾的经验。劝台湾人平常时等粪扫相片，芬兰第一大报《赫尔辛基日报》以2大页图文报道台湾的资源回收甲成果。报道讲，台湾伫90年代开始经济成长，粪扫量增加真济。要么政府推广分类的制度，经过伫民国95年强制将粪扫分做一般粪扫喷甲资源回收。40多年来，台湾回收率有53%，伫欧洲敢若卡数62%，德国伫亚洲敢若数59%的新加坡。虽然讲伫世界上是数字，要么台湾的民众依然感觉分类无确信。其实你会看到你住户的社区的那个垃圾桶还是有很多垃圾，然后也会有清洁阿姨在帮忙分类。还是不懂得那个分类，就是什么该属于什么类那种不太清楚。环保署统计，纸类占台湾回收物的56%，要么回收率台湾敢若60%左右，卡输韩国98%，嘛输日本、德国、美国甲英国。所以讲未来重点就是要推广纸类正确分类甲回收的方式。